今啊，继续来看食中药烟中毒的案件是愈搞愈大条。这个议员张彦东，一家口死的人，食成东中医诊所的中药了后烟中毒。张议员已经来提出着杀人未遂的告诉，伊来痛骂这个开药仔的院长李世明，根本就是调故意来杀人。台中市卫生局上新的统计，目前食这间中医诊所的药粉的人数已经有16个人，也有真侪病患在等待检验的结果。动物科的医师洪东营讲，除了张彦东一家口死的人之外，另外有2个已经确定是烟中毒的患者，因本身拢有癌症，安尼真有可能会去影响到病情。我告他杀人罪，他满口谎话。议员张彦东要告成东中医诊所院长李世明杀人未遂，因为因一家伙死的人拢食成东的中药来烟中毒。因老爸伊就是前议长张丰年，甲因老母姐姐拢要入病院，因老爸甚至有病母。语言控制也要做复健了。我父亲的脑部应该受损超过40%，表达能力有问题。张彦东讲，因老爸甲李世明佫是朋友，想要到食伊的药啊，煞烟中毒，把我们全家害成这样子。他一丁点道歉都没有。除了张彦东这个伙啊，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动物科主任洪东营讲，3天来做烟中毒检验的人有变较侪，有24人拢因为食成东的药来做检验，目前确定有2人真正是烟中毒。病人基本上都是很无奈的，他就是感叹说：哇，那怎么运气这么好，又中奖？2个确定烟中毒的成东患者本身拢有癌症，医生讲恐惊影响到癌症的病情。我希望这些病人呢是稍微放开一点点这个心情，让不要那么沉重。依照卫生局的调查，有食成东自费药材的民众有16个人。佮听讲有一个烟中毒的负责人讲，伊这药唔是医院开的，是成东其他医师所开的。今嘛都要等卫生局的调查，讲到底这是成东院长个人的行为，还是其他医生嘛是安尼？好，来继续。